內蒙古烏蘭布統嘅冬天係咪真係好靚呢？但係你知唔知啊？想要見到咁靚嘅景色，今次我代價有啲大咯。由於個仔身痕要坐高鐵，所以接落嚟呢10個半鐘，我準備坐爛我個 pad。我都係第一次體驗出，好墟冚，好正。入站安檢好迅速，一啲都唔辛苦。呢係大力點讚。中途當然要落車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啦。啱啱過到北方啊！你望下我哋着住拖鞋出嚟嘅。坐火車食杯麵咧，講滋味係點㗎？佢叫高鐵。但你揀呢個味就唔啱啦，應該係食嗰啲紅燒牛肉麵同埋香辣牛肉麵㗎嘛。廣州出發咧，啲氣温係點樣跌落去嘅？但係我哋一路向北啊，經過10個半鐘嘅貼地飛行，我哋終於嚟到北京西站啦！好啦，我哋而家要去酒店啊，因為聽朝早上我哋要租車，淡季租車好啊，夠零水就 OK 啦。今朝北京啦，大概就1度左右，烏蘭布統，我哋會沿途經承德，再上去呢個咁靚嘅滑雪嘅地方。Let's go 出發！第一站我哋選擇咗3個半鐘車程嘅承德，亦就係清朝皇帝嘅避暑山莊。根據歷史資料記載，以前康熙去承德避暑山莊通常係騎馬嘅。年輕嘅時候，康熙自己騎馬由京城到承德只需要3日。隨住年紀嘅增長，後來變成5日。年邁時期嘅康熙去承德係需要7到10日嘅時間嘅。話咁快見到承德呢個標誌性嘅康熙大帝騎馬雕像，承德就到咗啦。究竟200多的希爾頓是怎麼樣的呢？耶！我話似咩啊？點解冇仲可以咁樣變落嚟㗎？幾正！見我咁作狀，梗係去滑雪啦！承德呢個滑雪場70幾蚊一位，包裝備喎，去打到個 pad 瘀晒都抵啦！我哋呢啲咧就換套裝備，影張相扮下嘢嘅啫，因為驚仆街。啊，留意翻先，請教練係需要260蚊嘅。每一位滑雪愛好者都有句經典金句：成功係由金錢同埋痛苦對砌出嚟嘅。因為從下午開始，我看他在炒那個栗子，自己炒的，野生根子，這都是真的是25本地的。第一日就咁愉快地結束咗啦。好嗨凍啊！屌你，零下18度啊！我們準備出發這個烏蘭布統。呢啲水係啱啱酒店攞落嚟嘅，係水嚟嘅 ，OK？呢啲水係琴日放咗喺車裏邊。哇，結冰啦！而家喺承德避暑山莊門口，市區道路面都結冰啦，已經。你睇下下邊成條河，哦，全部都結晒冰啊！呢個河叫做武烈河啊。呢個叫圍牆，圍牆蒙古族同滿族嘅自治區。我哋而家即將要去一個係冰封嘅廁所。哇，結晒冰啊，大佬！6蚊9號衫92入咗41升290，謝謝你。穿咗好多衣服，上車都想要脫。哇！睇下下邊個湖啊，啲波浪都凍住咗啊！而家一個水壩嚟嘅。呢個地方咧叫做塞罕壩，就喺清朝咧同治年間咧係過度開荒啦，呢邊係變咗荒漠嘅。咁啊62年開始咧，之後咧就開始人工造林，咁所以經過3代人嘅努力咧，而家呢度已經完全係修復翻，都係成為世界上面最大面積嘅人工造林啊！進入塞罕壩嘅時候，我就發覺路面結冰，而呢個壩上草原呢，喺海拔1500到1700米嘅地方嘅，所以今次開車一定要慢。由於租車公司冇提供到雪地胎嘅關係呢，我哋用4驅模式，始終保持30到40公里時速。喺最後仲有1公里就落山嘅位置，結果喺呢個時候，山上係零下25度，荒山野嶺，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好彩俾我遇到個沿途越野大神領隊救咗我哋。咱們今天好像經歷了人生當中非常厲害的原地轉圈，轉了360度，而家都仲未平定個心情，仲好熱心咁帶領我哋去到烏蘭布統嘅鎮上面。啱啱去到目的地，見到部車咁樣，如果你係我，心情會點呢？所以最後呢，我哋邀請咗呢位越野大神充當我哋嘅領隊，帶我哋去玩烏蘭布統半日遊。你睇下當地啲車，同我哋去俄羅斯嘅時候都一樣，封住個引擎蓋啊！如果咪驚佢凍咗，晚上打唔着啊！都唔知係咪執翻身彩啦！有咗越野大神嘅帶領呢，連門飛都慳翻。
即係佢追住你先好。除咗喂馴鹿、羊駝，當然仲有好多雪地遊戲啦。參觀完呢個必打卡嘅景點之後呢，越野大神帶我哋入深山。好多謝呢位大佬啦，咁我哋間再同你講個故事係點樣嘅。咁今日呢，我哋玩完呢個鹿園呢，就等佢帶我哋去呢個烏蘭布統裏邊嘅深山裏邊。因為咧烏蘭布統每年冬天都吸引咗好多越野愛好者過嚟刨雪同埋刨山嘅。冬天嘅草原牧區咧，幸運嘅話仲可以見到呢啲野生嘅傻狍子。喂，下邊雪好厚啊！而家喺度 hea 下算啦，因為呢度太凍啦。而家啲廣東人嚟到包心嗰啲雪都。唔講師傅，哇！好啦，接落嚟唔好睇我玩啦，一齊欣賞烏蘭布統嘅冬天啦。事實告訴你一點，雪地真係唔好自己揸車。由於我哋停喺度玩雪玩太耐啦，你睇下食晒落去啦，出唔到嚟。首先今日經歷咗一次困車，一次撞車，最後尾呢，多得一位兄弟救咗我哋，協助我哋點樣報交警啦、報保險啦，同埋當地嘅林業咧都出嚟都幫助咗我哋。所以今晚呢，我哋就嚟咗佢哋所開嘅一個酒店裏邊去食飯。今天全靠富饒哥。不應該遠道而來嘛。部車上圖片俾大家睇啦。部車我哋繼續開嘅，就係前泵把咧同個牌咧就甩咗嘅啫。問咗交警咧，我哋開翻北京有冇問題？佢冇問題嘅。但係咧就仲有個驚恐咧，就係聽朝早上咧，我哋都係要開翻一條山路出翻去承德。我想問，算是自助啊？但這盤蔬菜的分量是正常的嗎？正常的。這麼大盤蔬菜，我靠！如果我同你講呢度啲蒙古牛肉、羊肉自助餐先100蚊一位，店員仲要不停咁上肉俾你。嗱，呢一期呢，我會單獨更新一集俾大家噶。正當我第3日早上準備回城嘅時候，條胎又開始漏氣啦。所以回城，我哋果斷兜多咗70幾公里路，行御道口，避開塞罕壩嘅結冰路段，安全到達承德。而家我身後嘅就係承德避暑山莊，清王朝嘅度假勝地，即係古代版嘅特朗普開戶莊園。避暑山莊啊，呢啲全部都係靚木嚟嘅，千年不腐。呢啲係啲金絲楠木嚟嘅，上冇這個。呢個就係皇上嘅坐嘅地方啊，龍椅啊，以前皇上睇戲嘅地方啊。咁啊，皇帝啊坐喺正中間，聽話嗰啲妃嬪先得帶嚟啊，唔聽話嗰啲啊溫腳冷宮。南方嘅小土豆咧，最開心就係見到個湖面結冰啊！喂，你行過嗰嚿石做乜鬼啫？想問下你個行為想做咩啫？我要刮一刮，我掘到啲咩文物出嚟㗎？跟住就發達啦，係嘛？咁我交俾國家㗎。平時攞褲拖地咧，我都唔出聲噶啦。你而家攞條褲嚟抹糊？好啦，咁啊離開承德避暑山莊咧，就講個故事俾大家聽。都成30年前，好似我仔咁大嘅時候咧，我爹哋媽咪帶我過嚟。跟住咧，我細個啫，好瘦嘅孱仔嚟嘅，即係反正嚟咗北京10日9日咧，我就屙嘔發燒足48日，好好笑啊！我水土不服啊！跟住咧，我媽話要揾嗰啲康師傅紅燒牛肉麵同埋健力寶。咁健力寶咧係買咗嘅，但係呢邊當年嘅紅燒牛肉麵咧，其實唔係牛肉嚟嘅，即係個封面係寫牛肉，但係實際睇配料表咧係羊肉嚟嘅。咁跟住就玩唔到，因為我係高燒不退，咁所以當晚咧就留意喺承德咧坐通宵火車翻北京。如果你喺90年代咧，即係96、97、96年啦，你知道即係呢邊啲火車咧曾經有啲
咩特大洗劫案啊嗰啲好鬼犀利嘅，所以漏夜咁度坐翻去北京呢，都幾震撼。由於當年爹哋媽咪為咗照顧我，所以咧基本上都冇點玩過。細個嘅時候答應佢哋，等我大咗咧帶翻佢哋嚟玩多一次嘅，但係而家佢哋話唔嚟咯喎，咁我唯有揾翻當年影呢張相嘅地方復刻一張。我哋再次翻嚟承德嘅希爾頓花園，196蚊，跟住再打電話俾前台，佢升級咗個家庭房俾我哋。哎呀，哦，196蚊仲想點啊？真係。承德嘅最後一日，繼續翻嚟元寶山呢個至具性價比嘅滑雪場，玩咗一陣之後，發現技術咧都仲未到家。佢係不停撲街，我喺旁邊陪佢撲街，防止佢唔撲街。但係佢撲得好嗨咁，所以做老豆嘅我呢，就只能夠發揮超能力，幫佢請個靚女狗。啊！點啊？咩感想啊？勁唔勁啊？覺得自己果然錢係萬能嘅。自駕遊最後一個景點長城，今次選擇係承德同北京之間嘅金山嶺長城。點解唔去八達嶺？因為呢度冇人咯。但係就清靜咯，你睇冇人咯。我哋嚟多個長城360度。好啦，跟住我哋探秘下其中一個烽火台，別有洞天喎呢度。哇，好靚啊呢度，我影張相先。今次烏蘭布統之旅咧就暫告一段落啦，因為條片太長啊，驚俾你哋鬧。下期繼續更新北京嘅4日行程啊！老細，點我關注咧？